只要能到花莲火车站，规心咧想要离开花莲去台北洗年。台北，我回来喽。哎，你要去哪里呀？我要回台北啦。啊？你要自己一个人回去哦？看几位读到嘛该神奇的经验。请问我能坐你旁边吗？当然可以啊。谢谢。车子怪怪的，开袂叮当的。姐姐，你要去火车站啊？可以顺便送我去吗？我等一下请我二哥跟他的同事送你过去哦。看几位发生嘛该冒险的故事。哎呦呀！喂，你去哪里啊？你是要去火车站？我不要这个啦。小朋友，你要去哪里？你该不会是想逃家吧？你说，你到底是谁家的小孩？我讲的话，跟我回去哦。哎呦，阿公哎，你硬走，你要走去哪里呢？开啊！2023新年29开始，阿婆嘅哈利亚。